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老师，什么是遗传？就是你生了做成恁爸爸，迄就是遗传。我知，不过真侪人拢讲我跟隔壁的王叔叔生了做共面，迄毋是遗传，迄是遗憾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六新闻，我是主播六弟。恁敢知影吴总嘛有家己介意的代志呢？心上介意你拍手骨的内侧，耳上介意你竖大腿，鼻上介意你软巴肚，腰子上介意你硬开胃，肝上介意你春有。昨你的男朋友有正式来找我，讲要跟你结婚，我有答应。不过我无想要离开妈妈。我无要结婚啦，安尼扛恁妈妈顺续甲带走好啦。你搁再好，嘛袂用你互所有的人拢满意。有人讨厌你的脾气，有人嫌弃你的言行，有人嫉妒你的生活，有人目徛你的幸运。生命中来来回回遐尔济人，你做袂到，对每一个人拢用心，嘛无办法互所有的人拢介意你。人生的路家己行，歹听的话莫放心内。活了轻松是无，得过了自在才是欢喜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别的 camera 咪巴拉12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人生实在才开始，还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点，汤料白，中风，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青，乌影，搁有啦，骹头有无啦？恁厝是拢送咧欢乐送咧做主啊？我是一